我的心啊，你着静静专心听候上帝，因为我的愿望对伊来。咱做伙伫讲道头前，搁一摆来向上帝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欢喜听阮讲话的主，你也是欢喜对阮讲话的主。你互阮用祈祷来亲近你，就阮的心会当铁开来接受你的恩典。主，当我们讲，阮恭敬伫你的面前，用谦卑来亲近你。愿你赏赐阮会当听的耳，会当受教的心，佮用勇气甲开来对你的脚步来行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平安，今仔日是圣乐主日，但是咱最近在读这个历代志吼，咱会发现，其实伫古早时代，圣乐礼拜祈祷是放做伙的。咱讲旧约圣经上长的一卷册就是诗篇。伊内底就是有唱歌、有弹琴、有诗歌，也有祈祷。伫这内底，人看见用这方式来敬拜上帝，所以我想伫圣乐主日来讲祈祷的主题是真正合适的。所以咱今日要用这个主题，祈祷的时即时极好来甲大家分享。啥物是即时？较听啊，就会甲大家讲。咱先来看祈祷的假事吼，其实对咱的主任牧师蔡牧师，伊几年前有6讲的这个主祷文吼，主假是咱的祈祷文的讲章吼，咱就会当有真好的了解。所以伊若有时间吼，等于 YouTube 各点看一届吼，复习一下。然后旧年的时阵，咱嘛伫服侍报道祈祷7个课的时中间吼，有一寡同工已经受训练吼。但是咱毋好干那停留伫祈祷的学习尔，因为除了理论的认知，咱搁较重要的是爱实践。所有学习的，拢爱进入实践，才有法度来讲，我有学着啊。所以伫咱的个人生活、伫教会生活内底，咱毋是不断学习祈祷，咱搁爱不断祈祷，吼，不断学习祈祷，嘛爱不断来祈祷。所以伫遮搁一摆吼来广告，就是咱每礼拜四下暗7点半到8点半有全教会的祈祷会伫7楼的礼拜堂，咱应该爱真正踊跃来参加吼。咱若会当，咱就尽量来到教会做伙来祈祷。但是一定有人会甲牧师讲，牧师，我年纪足大，暗时袂使出门，跋倒要安怎？吼，嘛有人会讲，牧师，我吼工作较晏吼，我到教会恁拢结束啊，要安怎？嘛有人有讲吼，我住足远的呢，我一届来拢爱点半钟呢，有困难，不要紧，咱逐届拢有直播吼，所以若无法度实体来，咱就是直播顶面吼，网络顶面咱做伙来祈祷吼，互迄个空间袂诚做咱的塔界，咱用共款的心为教会、为社会、为兄弟、为亲人，甚至为家己祈祷。我相信上帝要听咱的祈祷吼，所以搁一摆呼吁，每礼拜拜四下暗7点半到8点半有1点钟短的祈祷会，是为所有的兄弟全教会来开放，愿咱伫祈祷内底做伙来守护咱的教会甲咱的社会吼，因为祈祷真正重要，所以咱来简单了解祈祷到底是啥物，祈祷的意义、祈祷的定义是啥物。其实对今仔日宣调的经文、甲主题的经文吼，诗篇61篇到62篇，咱会发现其实祈祷是一个听上帝讲话，然后上帝讲话的过程。伫这个过程中间，将家己你所伫意的、你所挂虑的逐项事交点上帝的手中，相信上帝要保守，相信上帝要带领，相信上帝要帮咱。透过这个过程，咱甲主迄什么哪来哪相通，哪来哪了解吼，就是同频的概念吼，来甲主同频共振。所以咱就会当了解上帝的心意，然后咱才有法度甲上帝相同行，
3重工啦。好，因为祈祷遮尔重要，咱首先来看祈祷对教会有偌尔重要。真侪关乎祈祷的教师，特别是放踮教会即个面上，通常咱会注重一项事，就是教会复兴是对祈祷的复兴开始。教会复兴是对祈祷的复兴开始。但是若咱努力来甲即个历史倒转去到2000年前，咱会发现有一项事佫较重要，是教会对门徒的祈祷、圣神的回应出世的。所以毋是干那教会复兴对祈祷开始，是教会出世本身就是祈祷的结果。咱5月12日吼，我伫即个母亲节的即个讲章内底，我有讲到吼，咱的主耶稣是一个足够交托的人，足够交托的主吼，伊吼过完了吼，就甲门徒讲的吼，大使命吩咐完吼，伊就拜拜上天去上帝遐吼，门徒怎看天讲佫来咧？阮爱做啥物？拢无讲呢。所以因就转去到耶路撒冷。但是门徒即届学了有较聪明，伊嘛无戆伫遐等，伊就开始祈祷，不断祈祷。圣经说恒切的祷告，就是直祈祷无停。这祈祷的人毋是干那变做12个，后来佫补一个变做倒来12个的门徒尔，嘛有对耶稣迄超过100人，嘛有耶稣的母亲就是玛利亚，因就做伙祈祷。这个重要的祈祷会叫做马可楼的祈祷，10天的祈祷就看见上帝回应伊，透过圣神的降临，门徒从一届的露天布道会户外布道，就起做了第一个教会。所以露天布道不太新不是19世纪是2000年前就有啊这个彻夜祷告嘛无介新2000年前就有啊然后因就安尼有勇气有智慧，用各种的语言做伙同步翻译嘛无介新2000年前就有啊所以伫遐来祈祷，伫遐来报道，然后就3000人因为安尼信主受洗，然后做伙守圣餐，然后做伙过团契生活，然后做伙做好的代志来见证上帝的荣耀。因所成立这个历史上第一个教会就是耶路撒冷教会，伊这个教会一开始就超过3000人，是 mega church。所以大型的教会嘛无介新，2000年前就有啊无一定拢中小型。所以这个教会成立出世的过程，互咱知一项事，就是祈祷的结果，教会因为安尼出世，因为上帝听咱的祈祷，回应咱的祈祷。过来，咱看见伫这个2000年的教会历史内底，咱继续来看的时阵，咱就发现，其实伫咱的教会历史内底，嘛有真侪摆，因为发生一寡危机，嘛有真侪摆，咱看见拄着一寡困难，嘛有真侪摆，咱看见要面对新的挑战，因为时代的变迁，甚至有当时教会拄着生死一线的迄个真大的挑战的时阵。你就看见人无法度的时，有一群基督徒开始祈祷，因就不断持续的祈祷，然后发现祈祷的人哪来哪济，然后发现慢慢领受甲一个异乡的人哪来哪济，然后伫一个情绪咱无法度理解，嘛无法度意料的时阵，就发现上帝做工，然后情绪就开始改变。所以咱的这个教科书讲了真对啦教科书讲教会的复兴对祈祷开始，这是有道理的，因为咱伫2000年的这个过程中间，的确咱看到这个代志。讲几个例就好啦第一个例是安提阿教会的成立。咱拢想到安提阿教会成立，就巴拿巴，因为人找起伊去做宣教师嘛，伊就伫遐然后传福音，然后成立，过来用保罗做同工，做了袂歹
但是咱安尼讲就较少淡薄啊。安提阿教会是一个真重要的教会，因为伊教会对犹太人的教会变做跨越族群、跨越文化、多语言的教会，是为安提阿教会开始。有一寡希腊人，有一寡犹太人伫中间，所以这个跨族群多语言的教会嘛无改新，2000年前就有安提阿教会。但是这个教会毋是干那为巴拿巴甲保罗的时间开始，伊其实是爱咱个倒转伊一说啦，是为一个人的祈祷开始。这个人叫做彼得，伊是耶路撒冷的领袖，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。一摆伫祈祷内底，上帝互伊看见异象，就看见逐种因感觉好势无好势清气无清气，逐种物仔为天顶蛇降落来。彼得讲：“这袂食你呢。”主讲：“这毋是要互你食的，这是甲你讲，我所想事的逐种拢好。因为伫犹太人的概念内底，有一寡物仔叫做清气的，有一寡物仔叫做无清气的。同款的意思，有一寡人叫做清气的，有一寡人叫做无清气的。但是透过这个异象，其实主要甲彼得讲 ：No， 毋是清气无清气，是所有我所创造的人拢是好的，是福音要传出去。犹太族群直到万邦、万国、万民，遐你看做无好的，上帝看做好，就福音要传互因。所以伫这个异象内底去拍破彼得的感觉甲思想，彼得就开始甲遐无信主的人、外邦的人做伙做一道食饭，结果伊就爱去讲。一个解说为虾米甲遮个人做伙食饭伫耶路撒冷的教会内底，然后就听见伫安提阿所在的呼声，然后因就差派巴拿巴正做宣教师去到遐个所在。巴拿巴发现家己无够遐，就甲迄阵啊，抑阁称做扫罗，后来叫做保罗的即位，甲邀请做伙同工来教示遮个有需要、教导遮有需要的人。然后因伫遐就甲教会成立，兴旺福音。所以这是一个足典型用祈祷开始的教会。其实近代史内面嘛是安尼，莫袂记哩。18世纪卫斯理的大复兴，其实是对因妈妈伫少年的时代，迄个灶骹的祈祷会开始。20世纪第一个复兴的运动 ，Azusa Street 的 Revival， 其实嘛祈祷扮演了真关键佮重要的角色。通安尼讲，其实圣神是火。祈祷是茶，圣神是火，祈祷是茶啦。所以咱若做伙甲上帝相同工，就伫世代变迁的时阵，互迄个福音的火、复兴的火、宣教的火、牧养的火、教会兴旺、改变世代的火，一点仔一点仔烧旺起来。主所欢喜的工，就咱甲上帝同工，做伙来成就。所以咱要爱相连教会更较复兴无？咱要欢喜相连教会更较兴旺无？拢无反应。咱欢喜咱的教会更较兴旺无？做伙来祈祷，毋是即马要祈祷，咱来做伙不断持续来祈祷。好，教会面对咱的祈祷，毋是干那安尼尔，毋是干那教会成立是对祈祷开始，教会复兴因为祈祷的复兴。伫平常的时阵，甚至无危机的时阵，教会若祈祷，咱就三贴合一。所以祈祷会当互咱的心组织起来，同心合意来遵守主的命令。咱会当搁较三贴，咱会袂遐生气，袂遐嫉妒，袂有足侪代志发生。因为咱若祈祷内底，咱会放下咱一切的挂碍，咱会用主来助神，然后咱就会彼此合一。教会因为做伙祈祷，持续做伙祈祷，搁较三贴，搁较合一。伫祈祷内底，亲像圣经所教示的，咱的同感一灵啦，就是咱拢受圣神感动，伫同一个异象内底，咱的想法就开始有共识，思想有共识，行动才会一致。思想有共识，
才会做伙来行动，行动才会统一吼。才袂你做这我做迄，大家做无共款，就力量就分化去。行动就会合一，咱就会工作来兴旺福音，做上帝欢喜的工。所以教会对基督来成立，教会因为基督来复兴，教会因为基督来合一。然后基督对于我这个个人的基督徒有啥物意义？第一，咱会看见我的生命内底，咱的生命内底，咱用基督甲上帝来建立关系，敢毋是？然后咱基督的品质就会是咱甲上帝关系的展现。搁一摆，咱安尼讲，咱用基督甲上帝建立关系，然后有一段时间了后，咱基督的品质就是咱甲上帝关系好毋好的一个展现。所以咱爱常常祷告，咱爱无论伫倒落拢来祈祷，困祈祷，起来祈祷，行路祈祷，坐咧祈祷，办公室祈祷，厝里祈祷，社区祈祷。便所嘛会当祈祷，啉水祈祷，食饭嘛祈祷，随处祷告。甚至头前的路我看无的时阵，我嘛祈祷。甚至我无能为力，我无法度做啥物，因为这代志超越我的这个能力所会当成就的，我要求继续祈祷。伫这个祈祷内底，我毋是为家己祈祷尔，毋是看见主神伫我的困难尔。我也为别人祈祷，因为每一摆我为别人祈祷，就是代祷的时阵，我的生命就开始扩展。咱无逐家拢敢若主神伫咱的困难，咱会当看见别人的需要，然后伫祈祷内底纪念伊，就咱有时会发现一项奇妙的事，上帝先成就咱为别人祈祷的，然后咱就有信心继续为咱家己的代志嘛，为别人的代志祈祷。然后有一天，咱会发现上帝用丰丰富富的恩典来回应咱的祈祷，无论是为家己，也是为别人的。所以祈祷是遮尔啊奇妙，为别人祈祷也是遮尔啊奇妙。这是对于咱的生命来讲，因为咱伫祈祷内底看见上帝的作为。第二，伫咱的服侍内底，咱嘛是爱祈祷。伫还未行动进前，咱要用祈祷来甲上帝心意相通，然后咱开始服侍。服侍完成了后，咱嘛爱祈祷，咱爱学了上帝讲你的大气啦，互阮会当成就比我所想象搁较好、搁较大的工。咱用感谢讲，上帝虽然伫服侍内底有真侪困难，但是咱完成伊，因为上帝有保守有帮赞。所以我常常讲吼，迄个学了甲一个感谢的祈祷是一个服侍 perfect ending 啦，就是伫遐吼完美甲伊收束起来，献祭互上帝。这是对一场单一的服侍来讲，毋干那安尼尔，祈祷嘛是咱一生上会当做上长的服侍。祈祷是咱一生会当做上长的服侍。只要咱还有一口气，只要咱还有意识，咱就会当祈祷，咱就会当祈祷。甚至你会发现一项事，年纪愈来愈大吼。体力愈来愈歹吼，然后咱会发现有一寡服侍咱愈来愈无法度吼，咱开始搬椅啊，别人讲兄弟你莫搬，那老着腰真歹办吼。有一寡代志咱开始袂当做，有一寡代志咱无法度，但是有一项服侍会当对咱到生命的路尾，就是祈祷。咱用祈祷甲咱亲爱的亲人。甲咱亲爱的兄弟，甲咱所听的教会，甲咱所听的台湾，拢放踮上帝的手中。有当时咱无法度家己服侍，咱就祈祷，甲换手，互因的手稳、刚坚固。就咱犹久参与伫迄个服侍内底，咱就会当用祈祷做一世人的服侍。祈祷，互咱的生命无共款；祈祷，互咱的服侍无共款。祈祷嘛是上帝在做的代志，
毋好袂记咱头拄仔所念主教示咱的祈祷文，就是伫教示咱祈祷。最后所常常出去家己祈祷，敢毋是出去到旷野的所在，一个人静，一个人祈祷。主嘛教示伊的学生做伙祈祷。伫即个祈祷文内底，咱看见有两种无共款的面相。首先是一个国度性的祈祷，毋是为着个人，嘛是为着团体来祈祷。然后就即个团体国度性的祈祷后壁，就开始为着家己日常的需要来祈祷。毋敢若是咱的身体需要、生活的需要，嘛为着咱的心灵来祈祷。所以讲，今仔日是赐互阮，互咱会当食饭得着饱足，无得着枵饿。咱嘛伫遮认罪，讲爱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然后咱来求主保护，求主引带，无互咱入伫刺，互咱脱离迄个歹的。最后，即个祈祷伫个人的需要会祈祷了后，伊用一个上赞的祈祷，咱讲上赢的祈祷啦吼。啥物叫做上赢的祈祷？就是祈祷的最后面吼，来上赞上帝的荣光啦吼，就doxology，这是啥物意思？你翻你的台语圣诗内底507首到511首就是上赢吼，毋是真赢的意思吼。是上赞上帝的荣光的意思，所以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，这就是对上帝荣光的上赞而乐啦，对伊的而乐来结束这个真完整也真完美的一个祈祷，这是主教是咱的祈祷，毋是安尼尔，圣神嘛为咱祈祷。所以圣经讲，圣神用讲袂出来的吐气为着咱祈祷。圣神是生养咱灵性生命的母亲，伊的祈祷是妈妈迄个细声的祈祷 ，whisper 呢喃啦，伊有深深的疼，有深深的担忧。所以咱讲毋好互圣神担忧，敢毋是？圣神就是安尼为咱祈祷。咱会发现，咱毋是干那听圣神用讲袂出来吐气为咱祈祷尔，甚至咱有一天，咱会发现上深的祈祷就是即款的祈祷，讲袂出来，超越言语会当想象，只有吐气，是欢喜的吐气，有当时是哀伤的吐气，是疼的吐气，有当时有担忧的吐气。是超越言语会当表达，是不可言说的言说，这款上深的祈祷，祈祷遮尔啊重要，咱就爱伫咱的一生继续学习也实践咱的祈祷。咱要诚做基督徒的时阵，咱就开始学习祈祷。咱希望会当透过纪律，透过锻炼，会当养成祈祷的习惯。这段时间会较辛苦，因为无时间，咱来足费力去努力，去养成习惯，去养成纪律，亲像咱咧运动共款。但是咱有当时嘛毋知影要哪对上帝讲话祈祷，有当时咱咧常常会袂记哩要困啊，才袂记哩今仔日爱读经甲祈祷，然后咱足费力爱定心开始。这段时间咱会较辛苦，养成习惯。直到有一天，咱的生命经历什么代志？咱看见上帝伫咱身上大的恩典甲作为，然后迄天，迄个经验，互祈祷成做咱生活的一部分，咱就袂记哩。然后咱祈祷的质甲量就开始改变，毋好停伫遮，咱会继续往头前努力，互咱会祈祷，毋是干那生活一部分尔，祈祷诚做咱的生命。所以，咱每一个吐气，拢是对上帝倾心吐意，拢是甲生命内底废气甲呼出来，甲咱迄个情绪情感会毋好的物仔甲呼出来，甲放撒去，然后咱才会搁一摆吸气，咱就吸入上帝永远活命的话语，吸入圣神对咱生命的吐气。
毋好袂记哩。伫创造的时阵，伫即个创世纪吼，上帝甲咱咧用土粉咧然后变做一个人，然后伊做一项事，伊吐一口气，咱就成做有灵魂的活人。耶稣过完了后，伊嘛伊的学生伊的门徒吐一口气，讲恁领受圣神。所以咱爱对上帝来吸入永远活命的话语，甲圣神生命的即个气息，所以咱就会开始发现，祈祷的时即时极好，即个即时就是每时每刻、无时无刻。所以咱就会当伫每一个时阵来祈祷。考试遇到困难，祈祷；工作遇到困难，祈祷；头壳痛，祈祷；脚痛嘛会当祈祷；甲人冤家祈祷。然后食饭食着好米嘛祈祷，啉水啉着真爽快，心情真好嘛祈祷。咱起床祈祷，困呢嘛交托祈祷，就祈祷的时即时极好。我伫美国读册的时阵，我研究学院的即个院长叫做 James Penn 吼。你看伊生做古意吼，即阵 Kentucky Fried Chicken 的迄个 uncle 吼，有成无？淡薄成吼，看起来古意，人是牛津大学的博士，是伊的老师更较厉害，是迄个魔界的托钦吼，甲迄个纳里亚的路易斯吼，是即款大师下骹的学生吼。伊嘛是东方教会的专家吼，嘛是对遮个整个20世纪遮个共产主义内底受压迫的教会历史真有研究的一个专家。伊有一届伫即个上课的时阵，伊安尼讲吼，伊讲吼，共产党无介聪明，因为基督徒若继续祈祷吼，教会就要是教会。为虾米安尼讲吼？咱知影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整个的东欧拢去互共产主义的政权食去，有几十年的中间，人过了真艰苦，无自由。然后吼，共产党佫真压霸，就讲好，新学院关起来，安尼就袂教神学，袂搞怪吼，无教圣经，袂搞怪。好，教会活动拢甲停止落来，人若无组织一大群落，他袂起来反抗。但是共产党无介聪明，伊无甲祈祷建起来，所以才基督徒着读经祈祷，亲像迄阵伫埃及的以色列人管，无别项事通做，着甲祈祷，照三顿祈祷，逐工祈祷，一个人祈祷，一家伙祈祷，一群人祈祷，然后有一天也无做啥物别项代志，柏林围墙倒塌，共产主义一暗暝中间就无去，上帝做工。所以这个片院长安尼讲，基督徒若继续祈祷，教会就也是教会，上帝就继续做工。阿们。有道理吼。所以亲爱兄弟，伫遮吼，咱做伙祈祷，做祈祷，常常祈祷，无时无刻，每时每刻拢甲祈祷。所以咱教会有三项事，咱来做伙做。第一，咱的LINE的顶面有线上代祷卡，甲填落，家己的需要、别人的需要、事工的需要，拢甲填落。也是讲你讲台湾有需要，我嘛甲填落，吼。政治乱嘛，甲填落讲为台湾祈祷。外口嘛有实体的即个代祷卡填落，较天啊礼拜了，就去填一张吼，为着你所伫意的人、伫意的事来祈祷。第二，参与代祷中部代祷事工吼，一礼拜干那1点钟尔，咱甲迄个时间留出来，互上帝1点钟安静专心祈祷。第三项事，佫讲一摆，每礼拜拜四暗时7点半到8点半来教会祈祷。若无法度伤远，工作伤晚，伫线顶做伙祈祷，用祈祷的行动，用不断持续恳切的祷告，咱就甲上帝同工。咱要因为安尼来经历大个通敬畏的事，因为上帝要做工。互咱毋是干那领受祈祷的教示，互咱实践祈祷一每一工内底，
佮咱用诗歌，互咱会当军队信仰前辈骹步来行。求主帮助咱进前，求主帮助咱祈祷，圣道着进前。着向前，因为头前已经有真侪信仰的前辈，互咱会当看见上帝的同工。咱用祈祷，搁一摆仰望日主，咱做伙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赏赐遮尔侪信仰的前辈，因甲你做伙祈祷，听叹你的旨意，对你的脚步来行，才成就今仔日的教会，甲自由的世界。阮为安尼献上感恩。主，当阮愿意继续安尼脚步往头前来行。阮知头前或是有艰难，或是有困苦，但是对你的脚步就无惊吓。互阮用祈祷甲你同工，互阮用生活的见证，成做你受恶乐的学生。安尼祈祷，拢上靠这所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